村的村民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我们去年有来过，我们是蓝星乐团。大家好。看样子可能大家刚喝，所以还没惊醒，所以我们先带来一首新歌，我们自己做的歌曲，叫《潜水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来自台东县的阿美族，在杜立部落，然后我叫阿迪奥，希望我们带来的歌曲能够大家会喜欢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歌《潜水》，谢谢。我前面会唱阿美族的后面会国语翻译了。嘿。我太快了，我还没有唱呢。对吧？哇！可是现在就唱，好啊。会中风啊！谢谢。我等一下。电话吧？什么？还有闹钟啊？搞不Aku awak Todo aku footing Sepada ku afar Lima ku tarutong Awas satu na umaan Satu ku piara Ado meso Oh yeah天气好，我们去游泳。我来到了部落的海边里面潜水，到底我的海边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就让我们一起带着装备去潜水。一个章鱼，两个海胆，三条小鱼，有10只龙虾，5根手指头里面都没有。你到底跑去海边里面抓了什么？我其实想要跟你说一个秘密，那就是我们的海水其实很脏，希望你们不要把垃圾丢到海里面。以后我想要再继续抓我梦想的海产。欢迎来自屏东县五台乡神山村的双手，主打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喽！等一下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很简单了，就海洋了。好，1、2、3，海洋。Oh yeah, oh
潜水，谢谢。好，第一首唱完了，接下来很简单的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自己准备的安可曲。不好意思啊，好像我们台上少了一个人后，接下来这首歌曲，不是我们的歌，是别人的歌曲。那这个歌曲只有一个女生，我觉得她非常适合。那她去年也有来，也就是我们的女主唱。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新竹县五峰乡的泰雅族老啊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接下来交给她。为了这场表演，她2天前就坐火车来了，还有转车白。我怎么会讲白？喂，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拉瓦，然后来自那个新竹县五峰乡的，然后很开心今年又可以再次的来到这个地方。那今天就是带来比较轻松的歌曲这样。那这一首歌，对，就希望大家就可以好好听。这首歌来自浩恩姐家的《星星数不清》，谢谢。哎，那3个很积极哦。星星数不清。只有一个，怎么能与星星比？太阳下山了，明天还会再出来。可是你走了，明天是否还会来？哎，这首《星星数不清》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呢，这首歌，
不好意思，又轮到我了啦，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互相轮流唱这样。去年有来过的举手。去年晚上啊，哇，这么多人哦，大概有6万个人，嗨，没有了。很感谢各位，留到这个时候，不晓得是为了等摸彩，是等我们演出了，但是都很开心了哈。自己部落办的活动，看到自己的部落居民这么相挺，非常高兴这样。那我们乐团去年来过以后，觉得这里相当的棒，对，然后我们今年又来了这样，那又看到一样的人，非常高兴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带来第3首歌曲。我们这首歌曲先打个广告一下哈，不晓得乡长有没有在？不好意思，借一下这个场合打广告一下，就是就是我们这首歌有在好乐迪有在那个有在卖了，不是有在唱了，但是有这首歌叫《等待与期待》，这样欢迎大家到好乐迪去点哦。你点这首歌，我很欢迎你们点一次点5、6次了，因为你点一次，我们乐团会赚5块这样。最近健保费已经1年没有缴了，所以麻烦各位了。对啊，开玩笑的啦。好，为大家带来这首《等待取代》，会唱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一起唱好不好？谢谢。给我们拍手好不好？这是在叙述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互相喜欢，结果一直到了长大却不能在一起的故事。有一个女孩，她叫马奈，她等待她心目中的男孩，一直等待，她能明白她渴望拥有一份真爱。有一个男孩，他叫应该，他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，一直期待向她表白，只是他爱在心里够难开。勇敢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。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。一起花样好不好？一起花样一点，去！比飞机还大声，好不好？有一个女孩，还是啊？她叫马奈，她等待心目中的男孩，一直等待，她能明白她渴望拥有一份真爱。女生唱完男生唱，有一个男孩，他叫应该。他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，一直期待向她表白，只是他爱在心里口难开。勇敢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。30版的观众挥手一下，哎呀，谢谢，哎呀，哦哎呀，来自沈少说的 solo， 上啊，耶，耶。
一起好不好？很简单。嘿耶哦，一起嘿。One two three go！ 嘿耶哦。他叫做巴奈，他非常喜欢一个男孩，他叫做银盖。原来那个银盖也是非常喜欢巴奈，只是因为2个字害羞，他不敢说出来。还是，我就跟你讲，你早点接受到嘛，巴奈。你看，到了长大以后，生出来的孩子也不是你跟他生的，哈哈，活该。哎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相爱要珍重。还在听什么歌？赶快跟你喜欢的人告白，不然他就会跟你说。目前最支持我们的就是在我右前方的2位观众，谢谢你们。等一下到我后台领我的个人照，艾莎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曲，我想。可能大家有稍微喝了一点点，所以脚步不是很方便。对，没关系，你们坐在椅子上就好了，跟着节拍也好，垫脚尖也可以。哎呀，那就是好。这首歌曲是写给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啊，这样就是不要忘记传统这样。那它是母语，所以我先简单的介绍，就是说告诉年轻人呢，不要忘记自己的传统，不要忘记自己来自哪里。那因为我们有一首阿美族的歌曲，古调，但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了，不过还是请大家都背一下。就是当我唱哦吼嗨耶呀，大家就唱哦嗨耶呀，就4个字而已。我们练习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来我们再走，尽量大声，多大声就大声，叫的比瓜牛大声就好了啦。哇，来我们来一首哦吼嗨耶呀。哦嗨耶呀，哦嗨耶呀，欢迎你们。哦嗨耶呀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那个示范的有人走音，哎呀，哎，不好意思啦，我们的团长啦，他走音啊，等一下会扣他600块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唱了哦，这首歌叫《I Miss Rap》，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
可以站起来就站起来哦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交给我们的女主持人，掌声欢迎老王。好，那相信大家呢，在经过这一天之后，就是应该就是要有点休息片刻的感觉。还没有啦，就是唱这首歌是这一次就是金曲奖得过非常多的奖项。哎，嗨，你好，怎么有来？是谁？来自。其实你也不认识他们。然后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哎，真的有来哦。好，引力高路的休息，谢谢。他不是那个阿光吗？住36巷。哎。怎么样？我们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好，开始。
总是这样的一个天气，带来一种无奈的情绪，有时疲倦的不想出去。什么快乐不快乐，没那个心情。这不是一场梦，一出电影，追逐生活是风虚幻的光阴，该有的勇气都已经麻痹。海风轻轻吹，温柔的声音，海风轻轻吹。在咖啡之前休息，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前清醒。这样的一个天气，带来一种无奈的情绪，有时疲倦的不想出去。什么快乐不快乐，没那个心情。这不是一场梦，一出电影，追逐生活是风水般的光阴。该有的勇气都已经麻痹，海风轻轻吹，温柔的声音，海风轻轻吹。云雾慢慢地散去。时间在咖啡之前休息，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前清醒，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前休息，还有一点时间在咖啡之前清醒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即将呢，好了没？要带来最后一首歌，然后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鼓手，来自介绍他一下，介绍他一下。马兰阿美族的，对，那他的专长是谈恋爱。哎，是啊。好了，交给他。然后我们的鼓手呢，就换那个来刚刚抢戏抢很多的鼓手，这样阿廖他要打鼓。然后这首歌来自什么？然后给你介绍。
绍。老外，换你表现，老外。这么尴尬。老外。先当先。我们团长有一个讯息要告诉大家，请宣布一下。我们9月8号会在台北101旁边有一家叫好秋的店里面做演出，欢迎大家来看。晚上9月8号晚上，宣布完毕。大家好，东眼的朋友们，哥哥姐姐妹妹帅哥美女，大家好。牡丹香的，不是只有东元。啊，牡丹香的，对。马萨鲁，马里。好，那我带来这首歌曲《打麻将》，谢谢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做满贯大亨，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管，就知道每天都要打麻将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管，就知道每天都要打麻将。他们说打麻将可以修身养性，他们说打麻将可以调节心情，他们说打麻将可以填补家用，他们说打麻将可以改善家庭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做满贯大亨，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管，就知道每天都要打麻将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做满贯大亨，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管，就知道每天都要打麻将。他们说打麻将可以修身养性，真的吗？他们说打麻将可以调节心情，他们说打麻将可以填补家用，他们说打麻将可以改善家庭。在这边呼吁各位，打麻将是当休闲就好了，不要真的当职业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交给我们的林文大哥，谢谢。哇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慢摇滚结合爵士，结合蓝调，
我们这次给蓝星乐团掌声一下好不好？哇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。这个时候啊，每当这个一到